讲到这几天呢，全台湾是拢热翕翕，这高雄内门自下晡1点外时阵出现38度背高温，这是今年全台湾上界悬的温度。高雄气象站就表示讲，这是因为太平洋高气压，佮再加上透西南风，致使这温度规日来正悬，可能要等到24、25过去，南部有机会落雨，到时阵天气会较凉快。 日头赤夜，规个天看无偌济云。这2天南部的天气真正有热。22这天气象署针对7县市发布高温资讯，中台温度上悬的头3名就出现伫咱南部。第1名的内蒙38度8，第2名是屏东山地门38度1，第3名是台南玉井37度4。来到街路顶悬，民众不管是骑车也是行路，为着要闪日头，无啊雨伞、外套、手笼，各种装备拢出动。雨够热，落甲来食冰。 啊，你若出来的时阵啊，该做一寡摕炸一寡啥物物件来防晒？这炸就穿较长的外套啊，甲迄个雨伞。在卖冰淇淋的时候，那个冰淇淋刚做好，然后它就开始就是融化，开始往下滴了。小风风的天气，也过北冰的店家生意价真好。为什么南部的天气会这么热呢？高雄气象站表示，这是受到日头照射的角度甲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，温度清悬，云阁变少，西南风一头就甲小气带来到内蒙，无够力阁吹出去，就沉伫咧遮。也过内蒙正做全国上热的所在。讲日头在照了较厉害。第2呢，就是讲咱这个高气压拄啊好影响到咱台湾地区，咱高雄。啊，第3呢，因为这个高气压的方向，自咱台湾这边呢，拄啊好带来这个西南风。加差不多3成啦，系啊，拢早出来，早收啊，无忝啊。你安尼做工课，你家己会迄落无？敢有差？有啊，我就家己食冰啊，一天食2、3碗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民众出外要做好热日头的准备，因为23也过会热一天，可能要等到24、25起，全台拢有机会落雨。到时南部天气才有机会会较凉小可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。